来继续来看这个大学的学测，24号要来公布着成绩。这届这个学测有一个小插曲，有一个考生偷偷早一只进行碰瓷的迄种密地鹅进入到考试场，结果咧考英文的时阵，爬到另外一个女学生的身躯顶，引发着惊吓，嘛影响到考生来考试。这个大考中心今仔日投票决议，甲这个学生英文的成绩来考3级分来处罚。这个是以前没有发生过的，所以在这个情况底下，我们也经过了一些讨论。那我们的建议，就是按照第8条的第7项，加重扣分或扣减该节全部的成绩，因为这个造成市场的骚动是比较严重一点，所以在原来按照第8条第4项是扣减1级分，但是因为这个影响整个市场的秩序，算情节比较重大，虽然时间并不长，那我们的建议就是扣减该节成绩3级分。大考中心讲，透过无记名投票，14位有12位是赞成来考3级分，要提醒未来的考生，唔通早这个冲不到考试场，较免家己的成绩去互扣分咯。